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2月5号，公元2019年1月11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司政洛桑桑格等致函祝贺南希佩洛西。司政洛桑桑格欢迎美国颁布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驻日内瓦办事处发布2018年西藏问题在联合国游说报告。西藏人民议会举办晚宴，感谢印度国会议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四1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女士在当日于众议院举行的议长选举中获胜，再次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对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司政洛桑桑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纷纷致函表示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南希·佩洛西女士的贺函中指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他相信南希·佩洛西作为众议院议长的角色将有助于在困难时期发挥起领导作用。尊者在贺函中指出，西藏处于最艰难的历史阶段，你们付出的友爱、全面的理解以及坚定的支持，使我们在追求希望的过程中成为坚定正义和争取自由的动力。尽管我们目前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包括在西藏境内的同胞仍处在困难之中，但我仍然对西藏的前途充满希望和乐观，相信正义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贺函中表达了对佩洛西女士的钦佩，并称赞佩洛西女士是一位无畏的美国领导人。司政在贺函中表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衷心祝贺您再次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您的当选反映了您独特的领导能力，以及您为支持者的权益发声息息相关。您的政治和道德领导力，以及对人权问题的承诺，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和灵感的来源。而您的胜利当选是西藏人民和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群体的胜利。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奈在贺函中写道，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您的当选给予我们极大的希望，因为我们相信和平、平等、正义和自由，而您一直是这些价值观的象征。现年78岁的南希·佩洛西女士于1987年竞选国会众议员获得成功，并于2003年成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2007年至2011年担任众议院议长，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众议长。此外，佩洛西女士是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和平与非暴力的积极倡导者。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于12月4号和12号通过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并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12月31号签署后正式生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随即于1月8号感谢美国国会通过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强调这一法案是非常受欢迎的举措。该法案支持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以及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流亡藏人社区，在保护传统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改善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以及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共同强调，该法案将确保美国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为西藏相关项目授权资金，并关注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行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近日发布题为《回顾2018年西藏问题在联合国游说的报告》，详细记录藏人行政中央和驻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于2018年在联合国进行的相关游说活动。
这份于12月31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从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中国的种族歧视审查中，联合国发现中国在过去1年中对西藏人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了严重的压制。尽管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日益增强，但在2018年，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呼吁中国结束对西藏人民的持续性镇压政策，并要履行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和承诺。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上周日1月6号，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晚宴，邀请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政界人士向长期支持西藏的各界政要表示感谢，同时呼吁继续关注支持西藏的自由运动。在印度国会于新德里召开冬季议程之际，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安排下，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副议长易西平措以及其他议员分别于1月3号至5号拜访了200多位印度国会议员，寻求各方对西藏运动的继续支持和关注。在结束此次活动后，西藏人民议会于1月6号在新德里的香格里拉酒店举办晚宴，邀请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政界人士向长期支持西藏的印度政要表达了谢意。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